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酷嘎。那是苦的话，我们变百万。哦，对啦，变百万。好，来第二组来宾，欢迎咱的大家。答对，上脑回答，上脑手指，乌龙甲会答字。好啦，两边讲乌龙甲会答字啦。好，来，咱周瑞台，来，这里，来，找他来。来，老师请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咱这组的来宾队长，已经来真侪届啊，而且是安怎爱来咧？足介意咱的节目。哦。啊，毋过我拄仔甲问伊，甲我讲欠钱。哦。来问欠钱的队长，咱的凯伟，大家好，我是酷凯伟。啊，我是这队的队长啊，这是我的小学的同学。是。啊，这两位是阮做伙拍片，拍公司的台语台。阿爸，请你妈妈好。哦，阿爸，请你妈妈好。是，今日嘛是欢迎你，甲100万摕到登去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让我咱这边哦。是，啊，咱这边是当拍耍。阮这边吼介绍的是咱即马公司。当时行当流行要甲新的人友入来表演的。哦，甲新人友入来表演的哦。欢迎咱的表演班老师苏达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司台语台表演班的老师苏达。哦，老师好。老师你好。老师，按咱先拢全部拢介绍出来，再来介绍班。少年的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司台语台表演班的演员嘉君。嘉君。是，好，搁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司台语台表演班的演员，我叫齐雄准。雄准，是欢迎，来，搁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嘛是台语台表演班演员，我叫詹北雄。哦，老师，真好，你真正要甲阮的新人安尼好啊，甲带咧安尼。对，咱这届表演班哦，完全拢是讲台语的。哦，咱知影咱其实咱有足侪表演课，啊，不过无一种表演课是专门讲台语的。是。啊，这个囡仔哦，完全拢是有人呐是对袂晓讲，啊，咱表演课啊，咱语言的课，互因即卖当完全用台语来演戏。无。其实讲真的啦，你咧问咱凯伟，恁就知影，咱用台语甲华语来演戏哦，较想遐感觉是无共的哦。完全无共款。台语的感情哦，真侪。啊，毋过华语就停伫遐。对。迄真奇怪，我毋知影是大家是毋是甲有共款的，咱来做演员。迄种讲的情感就无共啊。对，用台语来演戏的时阵哦，你会当甲迄个情绪吼，甲迄个爱，你甲你讲出我爱你，啊，毋是讲我爱你，差得多。对。好，来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好，刷得来，掌声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，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真正大大学台语啊，真正互你知识会较丰富。啊，要甲人讲话的时阵吼，有当时讲看到阿公阿妈要甲人讲，嘛有较加一淡薄仔亲切感啦。会讲会出来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来，100万100万伫遮。哦，请看。不过，现金哦，无遐简单哦，真是要拼3关哦。好，来，即摆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好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要安怎调查咧？要调查啥咧？讲一下简单的台语心事好啊。是。譬如讲 crane 手背，台语安怎讲
哎，没有哈。哎，没有哎。对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讲那个手机有内底一种那个脸部辨识，脸部辨识台语要哪讲？面部。这就是台语新词大调查，因为物件愈来愈多啊嘛，啊，大家拢爱知影安怎讲，所以阮就专门去调查。是，哦，要讲较侪人讲的，要选较侪人讲的就对啊。所以讲，阮两个答案其实拢是对的。拢有人讲，是要互恁选讲答一个是较侪人伫讲的哦。无错。好，来啊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中3题。3题。你若拢摇到，上侪得着6000哦。哦，当然嘛，甲6000先提起来，对不？好，来开始哦。老师，咱请一题。请问导盲犬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导盲犬。哎，我这边是看惊狗。哦，是因为啊，伊拢导盲犬就是狗啊，伫头前，伊会甲咱迄落啊，后面迄落啊，看锁啊，这朋友看到安尼行，看袂到朋友。是啊，我就直接甲翻起来，叫做看惊狗。哪看哪带你行？是，无唔对。啊那阿像我这边的讲法吼，大家有听过带路鸡无？有吼。是。所以我感觉伊是带路狗。哦。哎。跟我看行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啊。是啊，不过就是唔知咋个是较侪人伫讲啦。是我会看行，还是我会带路咧？哦，来2队，咱请选第2，来，必须阿雄眼睛边，收一个。哦，来，我这边先看阮那迄落啊，开位，看行。因为阮感觉阮甲你较有缘。真正的，手牵的就会行，手牵的就会行。所以看狗啊嘛，有一条绳啊嘛，我狗安尼牵咧行。好，啊，那阮这边的老师咧。啊，我感觉甲带路鸡，我感觉理路嘛介成，所以就引路带路，伊带路嘛真好听。对啊，哦，带路嘛真，因为你有讲带路鸡嘛，带路鸡啊，是啊，伊是狗啊，所以讲带路狗，哎嘛是对的。而且那个看惊狗感觉很像看蒙。哦，先看蒙哦。哎，这个音是同款的哦。看狗啊，啊是一只狗哪要看蒙嘛，不哩遐厉害。安尼就无好啊啦。是。好，那阮这边的。好，阮就想讲，我就想讲吼，啊，这个咱要有人伫咧头前要带你行的时阵，咱会讲带我带你去，会讲我牵你去，所以这个带阮就是讲。应该是带路狗安尼。好，啊，那咱这带路狗啊，听起来是较尔有诗意，较好听安尼，因为这是这个互人尊重的动物，所以较名解好较好听安尼。哦。啊，那看行就真正有影。看行敢就是感觉。就是安尼一个作用安尼感觉，带路较我带领的意思，引带安尼哦，较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因为解说拢袂歹，拢有道理。其实两个答案拢是对的，拢是对。是讲答者是较侪人伫讲嘛，吼，是我的看行，啊是我的带路咧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带路狗。导盲犬就是甲车迷的人啊啦，带路嘛，啊卖互因去弄掉啦，还是跋倒，所以会使讲是咱啊，迄个车迷的人的第2对目睭啦。啊，这带路狗哇，81.7派人，8成外拢选这，表示这样啊，念开较顺啦，哦较顺。啊，这个看行狗这18.3派人选呀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。我记得阿姊，咱顶边有出过一题叫做导航机有哦，敢若嘛买来叫做带路机。对，带路机嘛是带路嘛，因为伊嘛是甲狗共款啦，是你头前带咱安那行的。对。是，好来第2题啊！加油哦！哦，1000、2000哦，加油哦，扭起来哦。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马卡龙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马卡龙，好来，美术这边是法国的碰饼。哎呦，来，咱看一下哦，哇，伊个就是糖嘛，去做的碰碰安尼。啊，咱台湾是不是真流行的？哦，嘛是碰饼啊，伫台南嘛是用糖做的，嘿，无唔对，嘿，啊，伊的碰饼甲咱的碰饼同款，拢是用糖去做的，所以碰碰的感觉，所以这食起来就是甜甜的感觉。哎呦，啊，碰碰咱就甲叫做法国的碰饼。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的讲法做。马卡龙，你是喜欢哦？嘿啊，譬如讲方向盘，台语叫做啥？
韩多鲁伊就是伫翻啊很多，有无字义翻过来嘛？是所以马卡龙伊的法文本来嘛是马卡龙，啊，咱即马台语叫做马卡龙。哎，无听到你的真正较侪人咧讲呢。但是我感觉你讲出法国碰饼，我用想的就知影台语哦是啥物啊？是哦，哦，真特别哦。我的法国碰饼嘛是袂歹呢。哦，好来，两边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一边。还想一个哦。收紧啊。哦。变过来，变过来。变过来，这边就困点的，啊，咱这边就甲风险分开啊啦吼。好来，咱看咱困点的，这开胃。对，我选这个马卡龙。马卡龙，因为应该是直翻的啦。你讲法国碰饼，一般的人是听无的。哦。嘿，正确像迄汉堡。美国挂包，对，就是讲美国挂包，无人知这是汉堡。哦，直翻才对，刚刚直接翻就好啊。这位直接。来，得嘞。好，我来解说一下，因为吼啊，这个都是外国转来的物件嘛。啊，咱若是讲哦，要互咱时大家讲阿嬷，我买这个马卡龙互你。啊，迄是啥？马卡龙啊！啊，就是种啊，食起来敢若法国的碰饼啦。哦。哎，嘛是爱改讲清楚一下。哎呀，你最清楚啊。哎呀，因为咱台湾冇碰饼，啊，这是倒位来？法国来啊，碰饼。赞。哎，嘛袂歹呢。对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。因为我就爱食碰饼的，是，迄古早味碰饼，啊，毋过食迄会混豆奶、混牛奶嘛，啊，毋过马卡龙敢若无得安尼食的，配茶尔，配咖啡啊，系啊，啊，想讲较因较共，就选这马卡龙。但是拄啊，迄表演收真菜，我淡薄仔，想要改哦，没咱改些，想要改哦，改些嘛，这就是戏剧啊，戏剧就是安尼吼啊。兼做表演，人都较清楚。哎，好，到底是我的法国碰饼，还是我的马卡龙呢？哎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马卡龙。哦，地翻较简单啊。这个马卡龙用咱这个音直接去翻啦吼，所以是较直接吼。啊，这个法国碰饼，因为这个马卡龙是迄个法国的甜路嘛，爱做的过程咱会安那有甲烘过，爱会热啊碰。啊，其实含咱台南的碰饼甲差真济啦。是，台南碰饼加做碰的有无？对啊。好，所以咱做出来结果，这马卡龙有55.4%的人选，啊，法国碰饼是44.6%的人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袂歹，来。平手啊！平手啊！上尾啊咧拼哦，拼一下输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取消第三题来啊！哦。好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吹哨者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吹哨者哦。哇！美秀这边的是考西爱。考西爱。是安怎讲嘞？哎，我若甲考这，你有吹哨？哦，有人要讲代志啊！哦，你叫人啊！刚领头的感觉，刚带头迄个感觉啦，是，所以讲我的是考西爱吹哨者。嘿，啊那像我这边的答案嘛做亚康人。亚康，哎，咱两个意思无啥共呢？因为吼吹哨者的意思就是伊原本的华语就是要让这个代志互逼空嘛。哦，吼，啊伊这个人就是压出来，互伊逼空，互这个袂送互人看到的物件，互大家拢知影。哦，啊，不过我就敢用迄形。你用迄个音翻的，伊是一个领导的人，对，讲我要宣布代志啊。哦，啊，我是为伊原本的意思来翻过来，压好别空，压哦，这条，这题较有意思。较特别。到底是我的考西爱，还是我的压空人呢？好，来，两队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哎，即马风险分开啊，我这边足肯定的是我哦。对啊。哦，我来问一个哦，来伯啊。这吼，基本上较早吼，就较早到即马听较侪人咧讲的，拢是考西啊。考西啊。啊，你若讲，伊两个拢正确，毋过较少听到另外一个方法。迄个全部。上阵。阮嘛是感觉考西啊较侪人咧讲。哪里嘛好啊，哪里嘛好啊。你讲讲了有道理。毋过拄仔听解释，想讲敢若是这亚康人较有道理啦，因为讲感觉迄意思较对。较
较对，对恁感觉意思较对了。意思压出来较对，好别空就对啦。会别空的咧。是诶，无定对哦。系啊，哦，我都唔知影咧。对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可惜啊！哦，对啦，较清晰啦。对啦好，来分数甲加落去，咱酷家。恭喜得了2000，好，啊来，咱大家咧。恭喜得了1000。条其实真趣味啦吼，其实咱拄只少年啊解说是对的吼，因为这个吹哨者伊是揭露内幕的人嘛，是所以伊就是要互大家知影啥代志的真相，是哦，啊，迄个咱用这个口实啊，口实啊其实是吹口哨，是。其实的意思其实是无啥共。无啥讲。哎，咱讲比种吹口哨的人，对啊含你要互这件代志，互大家知影，其实是有真差啦。你若讲用分鼻啊，无定较歪意啦。啊，不过咱都已经安尼调查嘛，哈。啊，迄个嘛做一项选择，啊，这亚康大家可能较唔知，吼，讲就是甲别人做的歹代志，拢甲压出来，啊，要互大家知。所以其实伊是较歪意的。啊，不过大家毋捌听过亚康啊，所以颠倒较少人选伊他偌济拍选吼，我看卖来。伊39.2趴的人选，啊，颠倒可惜啊的60.8趴，啊，不过这条其实大家会当甲去思考更较适当的答案，这是我的建议。好，来，进来看咱的分数，看酷家的分数。即嘛有5000，啊，来，咱大家的分数咧。嘛有4000哦。哦，真好哦，真好，搁1000，差1000就没啊哦。对。好，进来咱的第二回合 AI 时光机。AI 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要去倒位看过去，就等下咱影片互恁看。啊，比如讲咧做田呐，做田啊是咧做啥物石头啦，你毋捌看过对啊。哦，是啊，毋过伊是一个正经，伊会叮当互你看。对。是这就咱厉害的所在啦。啊，分数安那算咧？咱即回拢总4题，所以每一个人拢会使起来回答。啊，若拢对，就会使摕到12000哦。每一个人拢3000哦，是啊，加油哦，是来吼，啊，注意看影片哦。对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请恁看的是一种米粉咯。哦，米粉咯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真水，一片白茫茫啊。哇，真水。就水的，就水的。好，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咱头拄仔看到的吼，就是古早的一个迄种工厂啦，内底咧做的就是这种幼幼长长传统的米粉咯，伊叫做什么呢？哦，来哦，米粉咯，伊叫做什么哦？请手答。哦，哇，制作人哦。对啊。好来，制作人是啥？米线，米线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米线对不对？哇，高哦！哎呦，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好，来，米线是咱传统的米粉咯，啊，这米粉咯就是面食的意思啦，哈。好，啊，这张相片是1973年伫台南县啊，这个后壁乡翕的。啊，咱看这个相片内底这米线有无？长，哦，迄以前用啥？用人工呢，人工来揪的哈。啊，你要揪进前，你要先三挂这啥番薯粉，爱太白黏黏做一球啦，哈。啊，揪的力头嘛要准确哦，你若揪伤大力。会安那会断去，啊，伤细力扭袂长，吼，啊，扭好爱甲放大地，日头骹甲晒好干，所以以前做这种手工面线是安那，足够工，啊嘛啦，真甜头的，嘿，以上。好，希望大家若有闲，大家买这个啊，嘿，手工这传统的食米爱继续食落。对。好，来，咱那边加油哦，即马4000甲咱的8000，哦，差4000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手更好好哦。加油啊，加油！我先提示哦，吼，上来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一种地形。哦，地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台湾上名就地啊。地理。
哦，哇，后壁足侪人在参观呢。对啊，介高水。你敢知影？有地形的这种地形是山地内底倒一种地形呢？哦，翕相来，山安尼，山坡，山坡地。你爱决定一种地。地形是山地的倒一种地形呢？刷来要带恁来看的是一种地形。哦，地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这是啥？地。应该是哇地形。地形。地山。哦，咱台湾上名就地啊。地理。哦，哇，后壁足侪人在参观呢。对啊，介高水。介特别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来手更好好哦，要出地啊哦。来，探烧，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地。今日要带恁来山顶佚佗，咱头先看到的吼，就是一种底盘真低的作业车，伊吼驶在地形内底。啊，你敢知影？有地形的这种地形是山地内底倒一种地形呢？倒一种地形哦。地形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哎，我知影华语，毋过台语是 Q0吗？哦，咪台语无这种讲法。山。安尼，山坡地。你爱决定一种地。山坡地好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山坡地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有跳，来，跳，终于又得了3000咯！加紧。好，咱会当讲山坡地啦，咱嘛会当讲较有台湾味的叫做啥？叫做山坪。山坪，好，咱台湾的地米大部分拢种伫地，拢种伫山坪，吼。啊，伊山坪伊安尼啊，车有一个啥行道，吼。所以你若要栽肥啦，还是要栽一寡鸡丝上山去做时咱啊，拢足食力的。对。啊，你若地叶蛮好，要甲载落山嘛，足费气，吼。所以伫1990年，咱台东的农业改良场，因就发明，因拄则鸦片看到迄种车，吼，啊，因为伊的啥，伊的底盘较低，啊，驶起来较稳，吼，啊，伫这个山坪较袂冰车啦，吼，啊，后壁你有看到伊有一个会当啦，载回迄个后斗无，吼，安尼就会当解决咱地形运输的问题啊，嘿，所以咱这条答案就是山坪、山坡地。好，不要紧，即马7000，甲咱的8000差在1000了哦。紧张哦。嘿，还有2位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手坑的，等下我听我讲请手答，咱甲喙起哩哦。好，来上个，咱请提示。刷出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做大水的时阵，啊，搁咧做一种代志。哦，做大水，搁咧做的一种代志。嘿啊，这画面足珍贵的。嘿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以前食足辛苦的。足辛苦的。哇，这种画面真正一张就够啊。对啊，真正足辛苦的。足辛苦，足辛苦。好，来啊！哦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头拄咱看到哦，是日本时代卑南大溪咧做大水的时阵，咱台东的原住民吼，同款无咧休困，坚持要甲这件代志做较好。啊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代志？好，我会使甲恁小提示。好，来先提示。即马吼咧做这款代志的人，大部分拢是穿青衫的。哦，穿青衫哦。每一个所在拢有因的人。哦，是真伟大啊！因为做这种代志，确实有影伟大。山顶唔爱去，海边啊啥拢爱去。嘿，咱提示已经够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水。哦，上准。是来少年的声。是咧夹皮吗？夹皮是咱要摕皮去的人叫做夹皮。穿青衫的人，不是叫夹皮。邮差。嘿，啊，伊咧做啥物？伊咧
上胚。哦，上胚。好，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上胚。来，老师，上胚对唔对？上胚的对啊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3千咯！边盘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咱题目内底迄个避南大溪，这是日本时代安尼讲啦吼。啊，即马现主是咱讲避南溪呢吼。好，啊，这避南溪是台东上大条的一条溪。啊，若建啊风台来，伊就安那溪水就汹涌安那涨悬。啊，这时阵要散批就加真危险。啊，咱伫这张相片看到，这日本时代有无？这台东的原住民因个安那冒险。撩水过溪，哇，就有责任搁咧散批，所以答案就是散批。以后若看到这真正爱好，我甲因感谢一下。谢谢。哈，好，不要紧，还有最后一位哦。加油哦！即马若3千摕起来，咱就是1万安尼。系啊。吼，啊，即马这边若3千摕来，咱就13000呢。对。好，好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呀哦。是。手放好，加油哦！嘿，请手答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来要带恁来去佚佗的所在，伊吼有石坎啊，互你会当爬起哩哦。哦，石坎啊，会当爬起哩，真足看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这你捌去过？伊是一个古堡哦。是，伫倒位？哎，这即马还有伫啊？还有啊，还有。哦，2张相片尔吼。系啊。不过你拄仔讲的是一个古堡。古堡。即马还伫。还伫的。是。你有看到古堡吼？好，老师足平静的。老师拢微微啊笑。好，老师等下就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今日咱要来去台南的安平佚佗，古早叫做日南掠城，啊，伊是一个古迹，啊，即马后来叫做啥物呢？后来叫做啥物哦？好，来手放好哦，请手答。哦，啊是少年的，要紧的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敢是叫做红毛城？敢安呢？敢安呢？安平古堡敢是这？你还搁定一个，你讲2个哦。安平古堡，安平古堡，安平古堡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平古堡对唔对？来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又得到3千咯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咱伫相片看到这个古堡是1624年荷兰人起的啦，吼。哇！啊，荷兰人甲叫做佛热兰地亚，吼，就是啥？热兰热城。啊，1662年。郑成功甲荷兰人啊啦赶走，啊占领这个所在，啊因为郑成功是啥？延平郡王，延平郡王嘛，所以民间就甲这个所在甲叫做啥？王城，意思就是讲王大的所在啦，吼。啊，1945年国民政府来，才甲叫做安平古堡的。谢谢老师，真好听。好，好来，要看分数啊哦，看阮酷界分数。今嘛有8千。哦，来，咱大家咧。今嘛有13000哦。好，不要紧，搁继续拼落去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来，咱有看到哦，一个圆框内面有一个问号，啊，还有8提示。问号到底是啥咧？哦，问号代表的是奖金嘛。哎呦，奖金拢伫内底。少的3千1000啦，啊，若多就是12000、15000啦。哇，好，啊，咱8提示咱念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中医，
囝、囝、千岁、天水、丢丢当啊、丢丢当啊、命运、命运、往来、往来、乌练、乌练、音乐节。音乐节哦。好，来，这咱这八个提示哦，问题拢伫内面。中医是啥？无定就是问中医什么会哦。系啊。吼，好来啊，咱两个提示就是讲哦，咱这拢是队长你回答的。没错。咱这回合咱拢袂当讲话嘛。队长，咱若唔知的时阵，咱有一条命会当问咱的队友啦，恁就通啊拼命讲啦吼，就讲救人哦。救人哦。是，就这条命尔哦，吼，其他拢是队长你答的哦。吼，啊，搁一个是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选，先甲15000摕起来。加油加油！来，伟爷。好。来，你先选。我先选，我先问阮这队的。咱要选倒一个？想要选对一个？中医啊，中医哦，来看一个中医哦。好好，来，咱看一个中医的奖金有偌济？15000。袂歹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占脉是咱传统中医的一种技术，啊，若是要看心脏有问题无，是爱扎倒手，还是爱扎正手的脉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心脏哦。好来。好，来。好。你有。我的答案是倒手。倒手。确定。是因为真正有影有分啊。无啦，因为阮兜做中药的嘛。是，好来，你的是。我的答案是倒手。倒手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落去，终于得了1万咯！这个讲唔对，等下我拍下床啦。对啊，我妈妈也要赞美。也要赞美，啊，不过有分心脏，也是要看倒位的，伊拢有分哦。是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来去看中医，啊，中医都有用啥3支枕头啊，安尼甲你赞美嘛吼。啊，伫中医的理论，伊这个脉，吼，个叫做寸关尺啊，啊，那用台语讲就是寸脉啊。关脉啊，甲笑脉3种，啊，咱双手拢有，吼，啊，这3种脉呢，伊是管咱无同的器官啦，吼。倒手这个寸脉、关脉、笑脉，对应的是咱的心脏、肝、腰子，啊，那正手这边对应的是咱的肺、鼻、甲面门，所以你若要看心脏。就是爱安那扎倒手就去呢，所以真牛哦，是哦，好对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是学掉啊，学掉啊，好来，换你啊，答。啊，够15000的，啊，够15000的，免烦恼。好，咱要订多一个。往来，水果，往来。好来，咱来看下往来奖金有偌济。往来有1000，嘿，袂歹，加减谈啊，加减谈。斗个个斗气就好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上一伫咧讲，往来头四瓜尾，啊，往来头是我叶啊迄边，还是另外一边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往来头是尾尾，尾还是叶啊迄边，还是另外一边？还是伫咱的另外一边？时间要到。哦，另外一边，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另外一边对唔对？应该是。厉害！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终于得了1000咯！对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来，俗语讲往来头四瓜尾，意思讲往来头甲四瓜尾安那，食起来较甜啦。啊，是安怎伊会较甜？是因为这边啊啦，生色啊生9分的关系。啊，这往来头到底是倒一边？哦，叶啊迄边是尾啦，另外迄边才是头。为这发出来。对。啊，叶啊是顶管，所以边是尾，这边是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换你哦。好。来，伟爷。好，要选对一个。倒一个。当啊。丢当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丢当啊，奖金有偌济？袂歹呢，5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丢当啊，除了是一条囡仔歌，以后嘛有人用这个词来称呼一种鸡丝，还是一种鸟啊咧？来，
3、哦，鸡丝还是鸟啊？鸡丝，会当互伊有讲出来有声的迄种鸡丝。哦，当然。秀谁啊？拍囡仔、拍大人拢有声。哦，什么鸡丝？是讲鸡丝，拍到秀秀叫安尼对。等下恁就知啊。丢丢当啊是一种鸡丝，还是一种鸟啊咧？请问丢丢当啊，除了是一条囡仔歌，以后嘛有人用这个词来称呼一种鸡丝，还是一种鸟啊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这是鸡丝，嘿，当啊里头，当啊里头丢鸡丝。好，来3、哦，鸡丝还是鸟啊？伊是一种鸡丝，哈鸡丝。什么鸡丝？安怎讲？鸡丝，会当互伊有讲出来有声的迄种鸡丝。哦，哦，当然。秀谁啊？拍囡仔、拍大人拢有声。哦，什么鸡丝？是讲鸡丝，拍到秀秀叫安尼对。等下恁就知啊。好，所以你肯定我肯定是鸡丝。鸡丝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一种鸡丝对唔对？这个来变巧啊！对啊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5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丢丢当啊，除了是一条真出名的囡仔歌，伊嘛是种鸡丝啦，吼。是。迄个做目的，迄种甲做师傅无吼，因咧用迄较细型的迄个电动机啊啦，吼。啊，啥来叫做这个丢丢当啊？吼，是因为你若摕伊来记绑的时阵吼，啊，你若沙无按，啊，伊这规块绑的就安尼转的吼，啊，有这丢丢丢丢丢丢的声，啊，所以这目枪师吼，因才甲这种鸡丝叫做丢丢当啊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你敢对这种的敢若较有兴趣吼？对对。像首饰啦吼，电视啦吼，丢丢当啊，真正是查甫囡仔。我较安尼记物件，做家具啦，有诶无？哎，袂歹袂歹。注意。嘿，日常拢甲记起来啦，对你有帮助。好，来，大力换你。好，完蛋啊！今日咱们都见到一个音乐节，音乐节哦，这就音乐节，好，音乐节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音乐节奖金有偌济？哇！这音乐节不得了哦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音乐节真好耍，台湾节是这几年流行的活动，伊伫咧逐年的4月，伫咧倒一个县市举办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4月的时阵。台湾节是台湾节，音乐节。救人哦！哎呦，来哦，今日哦，少年呢，少年应该知影吧？万里哦。 4月4月的时阵。讲出来。较大声，较大声。屏东哦，你有去佚佗过无？我去，我老母是屏东归来的。哦，这真正少年的才知啦。对啊。是啊，起码真侪这种音乐的呢。哎，全台湾拢有啊。少年拢会知，所以答案是屏东。屏东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屏东对唔对？应该是。终于得到万里哦！哇，差这1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台湾节是这几年最流行的这个音乐活动吼，是屏东县政府为2021年开始举办的，爱逐年的4月拢会伫对咱屏东的垦丁大湾啦吼，加办吼，啊也邀请咱迄个国内啦、国外真出名这种。 独立乐团啦，吼，来遮表演，上重要是啥？免费互你参加啦，吼，所以就是安尼，你看卖啊，咱下都 KK 都唔知，你看写足侪少年人有无吼？伊就去啥？垦丁度假，啊，顺续去啊欣赏音乐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哇，今晚少年的真好哦，真幸福呢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继续。啊，够万五的哦。哇，加油哦！好嘞。 蚵链，为什么选蚵链？较好食，较好食。蚵链好食啦。蚵链。好来，咱来看蚵链的奖金有偌济？哎，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，伫咧屏东东港真有名的鸡鱼乌链，伊内底鱼浆会包什么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有去食应该就知啊吼。对吼，花椒翅啊嘛吼。知就吃哦。来，啊，这屏东人，我的答案是伊内底包卵。包卵。嘿，有食过？有食过。我特别等去屏东一定要食。拢会食。伫咧车头附近遐。对。是时间收偌好食。盖好食，盖好食。这个是老脆软。系啊。啊，台北就安尼有人咧卖。对啊，这所以敢若拢会伫咧，互咱想食的吼。特别咧酱，哎呀，安尼闻起来，哎呀。哎呀，搁香搁好食搁甜。你头拄做迄个动作，阮咧节目单位就甲你后置一个乌链咧厝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卵。好，卵对唔对？来个加落去，搁加3000咯，搁冰雹咯，厉害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屏东东港真出名这个鸡鱼乌链，甲一般的乌链有啥物无共咧？伊用的鱼浆是较贵的，这哪鸡鱼，啊，搁较特别的，就咱拄只开胃讲的有无？内底有包啥？包卵，啊，而且这种卵是啥？水煮蛋，咱台语讲沙卵啦，吼。啊，这款乌链听讲是1998年东港的花椒市场内底，啊，有一单叫做水2号，啊，伊的头家洪水杰改良出来。哇，花椒翅啊！真正人有影有缘，去迄落啊，咱屏东佚佗，通去遐食看卖。对。哦，较想也好食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继续哦，答。万五哦！囡仔千岁命运哦。多谢，来。我来一个命运。命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命运的奖金有偌济？有7000，啊，有个变化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的观念会用什么来形容查某人悠哉命运安排伫咧过日子？是请长还是油麻菜籽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这应该无困难啦吼。答案是油麻菜籽。那欢喜一定会讲到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确定。确定吼？确定。来，油麻菜籽对唔对？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加7000咯！哎呦，够变化啦！哦，两个够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来请解释。好，这个青仔长一般是咧形容讲人咧做代志安尼雄雄公公啦，对，咱华语讲啊冒失鬼啦吼。好，啊，这个油麻菜籽是咧形容较早的这查某人吼，对家己的命运啦、前途拢无啥，无主宰权。悠哉人安怎赢，伊就安怎生存，就敢若讲。爸母叫你嫁啥翁，啊，你来对迄个翁，所以伊的命运唔是家己会当安那掌握的，吼，所以以前唔才有一句话讲，查某人安那菜籽啊命，以上。好，来继续哦，来哦，今仔剩2个尔。囝。好。哦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囝的奖金有偌济？9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是。请问。万啊，是咧讲厝的内底排第几个囡仔咧？是大汉的，是第2个，还是上细汉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，伊还未用到救人呢。差不多好用一个啊。我要救人哦。好，七个，来7个，来救人哦。上细汉。上细汉的。好，听老师的。万仔囝嘛，吼。好，来上细汉的哦。来，咱来看者上细汉的对唔对？来分数甲加落去，恭喜哦，加9000哦！老师无闹亏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咱台语讲的万啊，哦，意思就是厝内上细汉的啦，吼，的囡仔吼。啊，这万啊，嘛有人讲万囝、万仔囝、煞尾仔囝。啊，咱台湾嘛有关系这万囝的俗语哦，譬如讲啥？公妈疼大孙，啊，爸母就疼啥？疼万囝，也是这万仔囝呐，食较有灵啦，吼。啊，因为这万仔囝是厝内上细汉的嘛，啊，爸母生性拢较疼，有啥物好康的，当然拢嘛留予伊。所以咱这条的答案就是上细汉的。哦，好，来孙千岁哦。千岁。
好，来，咱来千岁看就是万哦。五啦。好，来，千岁奖金有偌济？5万块。好，来哦。刺激刺激爱讲着哦，若无讲着嘛是这边的哎呀，哦。这嘛是赢好，啊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五虎千岁的五虎代表的是五个方位的意思，还是五个无共线的王爷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我知。哦，哦，这个嘛，五个无共姓王爷，哦，为什么你知？是因为我有伫咧拜。是，好来，五个无。确定。确定确定哦我错一个哦。五个无共姓的王爷对唔对？诶，来分数。终于哦，王爷有保庇你了万五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有影是有拜有保庇啦吼。来，五虎千岁是咱道教甲民间信仰的神明，啊，这千岁第啥？王爷。啊，五虎是代表5个无共姓的王爷。啊，因在生的时阵吼，对乡里拢真有贡献。啊，死了后才互啥？玉皇大帝甲封做王爷的。是。啊，派来咱民间出巡，维护地方的安宁。啊，想要派因来，因为咱人世间有足侪苦难，亲像啥有瘟疫啊，有天灾啦，啊，就需要王爷来来震煞驱邪、消灾解厄，所以大家拢真欢迎因来，吼。唔只有这啥，迄个有富食富，啊有官食官这款讲法，嘿，所以咱答案是5个无共姓王爷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哎，今日真刺激，哦啊嘛真精彩哦。你冰来冰去哦是，无唔对。真好看好来，咱今晚来看分数，咱看咱酷家。苦价今嘛有35000啊，嘿，嘿，啊，来咱大家咧。有48000。哦，好，今晚今日咧10秒10,000金。10秒10,000金。看图有属于。对，等会当互恁看一个图，嘿嘿，啊，恁就有，迄图内面是啥？迄是咱的俗语，没错吼，啊，几个字，阮拢会先讲，拢会先讲嘿，来，咱即摆看奖金偌济今嘛奖金有48000啦。 ，4万八就48秒，对。哎，不要紧，我加落去，好啊，我搁加只30秒，78秒。啊，不过速度嘛是爱紧哦因为人家分数愈济，奖金愈济。对。哦，后来敢若3点尔，是，啊，讲的时阵大声。对，大声我讲，听到。讲到啊，相对停。停。哈，好来3题，我要出题哦。对。上来咱请出题5个你，5个你1万块， 100块，1万1块。万块，1万。 You got what you pay for。哎，来什么意思？你看倒酒边遐物件看起来拢安怎？较嘿，讲啊讲。拢总48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分数愈济，奖金愈济。对。哦，后来敢若3点尔，是。啊，讲的时阵大声。对，大声我讲，听到。讲到啊，相对停。停。哈，好来3题，我要出题哦。对。上来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13个你。 13个你。你看，边仔一只迄个什么？系啊，伊即马倒酒瓶咧嘛？你在食饭？系啊，无看过猪吧？无看过猪，行路嘛，食过猪吧？你是毋是讲电脑饼？无食过猪吧嘛？看过猪咯。哦，进卡。无食过猪吧嘛？嘛捌看过猪行咯。收紧张啊！是。无袂歹，因为13个你。对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老师讲的是对的，即马现代囡仔拢毋捌看过猪行咯，拢是食猪过猪吧？对呢，对呢。好来，咱即马看分数。哇，过59秒呢！59秒哦。 1秒换1000呢，加油加油！好来，第2题啊！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5个你。 5个你。 1万块，100块，1万块，加1万。 You got what you pay for。哎，来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咧？你摕到就是你付的啦，吼。俗安怎？俗。你看倒酒瓶遐物件看起来拢安怎？较，嘿，讲啊讲。小米无后悔。好，进卡。对
来得搞，是上面无好话，上面无好话啦无唔对，无唔对，你啊看100甲1万，对啊，系啊。系啊，啊，较俗的物件看对对对对，真正有当时看买物件爱看品质啊，是。好，来看秒数，哇，够36秒咧，加油！来继续哦，上尾一题啊哦。好，来上尾咱请出题，来请看10个你10个你哦。爱这爱心内面有来2个人，哦，加油加油！记得，什么乌头安怎？乌头变红黄金，这兄弟讲兄弟啊，讲清乌头变黄金，变成金。啊，正确。兄弟那讲心乌头变成金呐，是。好，来，安尼就对啊，来看这番分数。哦，应该够19秒，有19000块的奖金啦！好，来，今晚给大家颁奖。好，来，颁奖。哎呦，恭喜啊！19000块。恭喜大吉大金牌，袂歹，这少年囡仔哦，若是真愿意安尼讲台语哦，我就感觉真好。迄毋是奖金的问题，是看你有心想要讲学台语无？是无唔对。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大家有机会到顶拼台语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恭喜啊！两边都爱跟你约去服晒时间咯。谢谢。加油！恭喜，谢谢。辛苦，大龙婆啊！哦，你去。对啦，加分。后一个来，再过来。